圣经故事，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，以撒甲利百加。亚伯拉罕真老时，又囥真大愿望，伊的囝儿以撒，对伊本身所在的人的中间，得到一个妇人做某。因为安尼，伊就叫一个尽忠的罗伯来，找伊去找一个女子，通互以撒做某。这是真奇怪的找价，总是无论安怎，罗伯有起身，往亚伯拉罕出世的地米索波大米去。这罗伯犹原有亲像伊的主人迄款信心。因为伊行近亚伯拉罕的本所在的庄舍迄时，伊记得上帝就引带伊来拄到一个真好的少年查某人，伊就坐伫庄舍的古井边。迄时有一个名叫利百加的女子出来，对这个罗伯真好款待。伫咧讲话的中间，上帝互罗伯知影，这个就是要做以撒的新娘的。罗伯就去利百加的厝，将以撒的礼物送互因。然后罗伯有甲查某囡仔的爸母以及家内的人讲做话，了后就问查某囡仔利百加。看伊有欢喜甲罗伯做阵去，通做还未相捌的以撒的某也无。利百加应讲：我要去，也免阁问什么。利百加就决定伊所敬的。检采是以撒的罗伯所讲的话，甲对以撒遐带来真水的礼物，至到互利百加的心真意爱也久感。无论安怎，以撒见到利百加就真疼伊。是啦，以撒真疼伊的妇人人，因为是上帝甲因定着的。